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仔日呢，再来到一礼拜一句台语的时间。咱今仔日要教的这句话叫做“一顿茶九切”。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咱等下请三位小朋友来帮咱做一段对话。啊，大家听看卖啊，看有因咧讲什么话无哦？好，来，咱欢迎三位小朋友。阿姊，你倒来哦？你是去倒位啊？等下才讲，你先来倒客足重的。囡仔会要遮济工仔，是要去拜拜哦？毋是啦，是阿母透早出门进前交代我买，讲是暗时要煮汤。啥物用工仔煮汤？你是讲对毋对？啊知阿母着赶讲要出门，安尼交代的。我是有听过人讲，日本南面的店会用水果控汤，也毋过拢是用火果。我看电视嘛有讲，火锅店用水果控汤，汤食起来较甜。可能阿母有新的铁煲啦。来，咱先甲柑仔洗冲去，才甲皮掰互了。哦，好啦。我转来啊，恁两个姊妹仔咧创啥？阿母，你倒来哦，我恁爸咧洗柑仔掰皮。啥？恁哪会有遮济柑仔？着你出门进前交代我买啊，毋是讲暗时要煮汤。啥物啊？你真正是一顿差九笑，差遮济。我是叫你去买蛤仔，毋是柑仔啦。哪有人用柑仔煮汤的啊？即摆要安怎遮济柑仔？好，阿姊，你种安尼呢？好啊啦，恁两个先甲柑仔切好干，摕去冰箱冰。暗时恁着食白饭配柑仔，无汤通啉啊啦。啥物？好啦。短短三位小朋友讲的话，毋知大家听有无吼？咱短短讲到一句话叫做“一顿茶九切”，一顿是十切的意思。啊，古早的顿甲切，甲即摆的恁学着无共款，所以呢，小朋友，恁会当用恁即摆学着的1公尺来去想象它。那1公丈就等于10公尺。啊，即句话是讲你的目标有一顿就是10公尺这样远，有10公尺这么远。可是呢，你目前做到的还距离你的目标还有9公尺这么远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差很多哦，哈。那通常可以用在2种情形。第一种呢，就像短短的对话共款，讲的甲听到的是无共款的。哦，譬如讲，阿母叫阿姊去买蛤蟆，也就是蛤蜊。可是呢，阿姊听成要买柑仔，也就是橘子，要回来煮汤。剩安尼就是一顿茶九笑，茶足济吼。啊，抑阁有另外一种就是讲吼，你要做的代志，啊，阁查介远的，譬如讲，恁学校内底有咧用荣誉护照、集点卡，爱150格、150格才能够换大奖。可是呢，你现在只收集到了30格，那表示什么？你距离目标还很远。这个时阵嘛会当讲一顿茶九笑，也阁茶足济哦。好，安尼大家对即句话敢有较了解啊？那呢，咱最后呢，阁将即句话念一摆哦。来，对老师念，老师先念，才换恁哦。来，一顿茶九笑，来换恁。一顿茶九笑。念要改好哦。好，那呢，咱今仔日一礼拜一句台语就到这，啊，后礼拜有机会再阁见面哦，多谢。